双方都打快了，所以这使得富邦勇士还有多一波的进攻球权。蔡文成跳在空中发生了失误，最后不到1秒钟，郑伟终于出手投进，但是裁判直接要求要 review， 到底算不算？因为他在3分线外来一个打板命中。整个上半场他没有出手，这个出手就要看老天爷给不给他这3分了。好，所以现在裁判来看一下，到底是49比37还是52比37？不算。结果裁判很快的做出了决定，郑伟唯一的一个出手是有时间压力的出手，但是到点之前还没有离手。这上半场结束，当然这场比赛工程师在上半场打得非常的出色。